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1月3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5篇，弥迦书第3章第1节到第4节，约翰福音13章31节到3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领受诫命。我们昨天谈到了基督徒要追求公义，那是上帝的公义，是上帝给世人，特别是他所拣选的人的命令。要基督徒去遵行，去爱人，去实践上帝的公义，不贪财，不陷害人。这个上帝的公义呢，是要努力去做在最需要的人的身上，而不是在追求那种1对1你要1我也要1的那种公平。这种齐头式的公平不是上帝的公义。先知弥迦书第3章第1节到第4节传递了上帝的命令给以色列人，这样的说道：以色列人统治者你们要听，你们本应该要主持正义，但是你们反而憎恨良善，喜爱罪恶。你们把我的子民活生生的扒皮，又从他们的骨头剔下肉来。你们吃我子民的肉，剥下他们的皮，打碎他们的骨头，像切肉下锅一样剁碎他们。有一天你们要呼求上主，但是他不回答你们，他不听你们的祷告，因为你们做了邪恶的事。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失去了初心，忘记了上帝的诫命，厌恶良善，却喜爱邪恶。上帝差遣先知来提醒他们。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最棒的，有因为害怕而否认耶稣的，有因为贪爱钱财而出卖了耶稣基督的。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13章31节到35节记载了犹大确定要出卖耶稣基督的时刻。非常讽刺的是，耶稣基督正在教导其他门徒新的诫命。这提醒了我们基督徒要时刻的记住上主的诫命。经文的记载这样说道：犹大出去之后，耶稣说，现在人子已经得到荣耀了，上帝的荣耀也在人子的身上显明了。既然上帝的荣耀借着人子显明，他自己也要显明人子的荣耀，而且立刻荣耀他。孩子们，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，你们将寻找我，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，正如我告诉犹太人的领袖，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。我给你们一条新的诫命，要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如果你们彼此相爱，世人就会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。如果是主的门徒呢，就必须要遵守主的诫命，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见证我们是主的学生。求主帮助我们。诗篇15篇，上主啊，谁可以进入你的圣殿？谁可居住在你圣山锡安？就是行为正直，凡是顺从上帝的人。他说话真诚，不毁谤人。他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，不造谣重伤邻居。他轻视犯罪作恶的人，尊重敬畏上主的人。他不惜因履行诺言吃亏。他借钱给人，不索取利息，也不受贿赂来陷害无辜。做这样的事的人永不失败。感谢主拣选我们来跟随，求主帮助我们时刻记得诫命的要求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追求良善，来见证我们是主的学生。
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